再走吧。不吃了，看着他们俩就气冒。我说大姐，你怎么能答应呢？妈那叫软硬兼施，没主见。我哥一人在服装店，他也折腾不起来。但是我嫂子一进来呢，你这不诚心制造姑嫂矛盾吗？还不是把四姐跟五姐都挤走了。大姐，说话你听没听见啊？她根本都没有听。你跟人查价那劲儿都跑哪儿去了？五姐，这事儿还得把三姐跟四姐都叫来，不然妈呀就把那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我打电话去。哎，不能在家打，那边能偷听到。都是大姐干的好事儿。先是人生最大喜好，伺候月子，然后当人家的贴心人，装电话，整个给自己装了一个窃听器，接着引狼入室，让我哥进服装店。你说你不是东郭先生是什么？大姐，你可不能让，你要是让了就成保姆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妹，起床了啊！大姐早饭都做好了。你不是今儿还得去进货呢吗？不去了。为什么呀？等三姐回来我再去上班。你叫你三姐回来也没有用。大姐不去了，说什么大姐都不去了。大姐想好了，就在家带孩子做饭了。你是想通了，我们想不通。有什么想不通的？再想不通我就膈应你了啊！你隔着我也不起，你不讲理就是不讲理。爱起不起？告诉你啊，我生气了。三姐要回来不放盘的话，算我白说。我告诉你，就这事儿，二姐也回来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谁回来都没有用。妈定下的事儿，谁都改变不了。妈，昨晚刘宪回来的晚，没来得及给你打招呼。来，坐吃吧。哦，沙老大，宝宝回来了。必须坚持住啊，绝对不能改变主意。绝不。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吃了，看着他们俩就气冒。哎，宝宝，你看，叫姑姑。哎，小妹。小楚姑姑把苗苗哥哥带哪儿去了呀？咱俩呀，得去找他们去。走了。巧儿我自幼儿，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哎呦！哎呀，你别看了，哎，你还说妈说了算啊？那现在小妹不去上班，谁也上不了班。
那妈还不是一点辙都没有？你急什么呀？那跟老太太对着干，能有好果子吃？等着吧啊！一会儿她就乖乖的去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哎，素棉，我在这儿等你吗？废话，你不等我怎么回去啊？我进去应付一下，10分钟就出来啊，等着。妈，你让我做工作，我怎么做啊？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哎呦，他二姐，你看这以前有小吃部吧，还真的不觉着。这家里现在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了，你说他们能糊弄，妈能糊弄吗？那孩子能糊弄吗？啊，带苗苗也是带，还得带宝宝呢。这事儿该怎么着啊？还得您啊自个儿定。那我当然是希望这个苗苗她大姨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带孩子了。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我们单位的日子不好过，受这个南方企业的冲击特别大，亏的有什么国家计划、经济体制的保护，要不就招架不住了。我忙着呢。哎妈，您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他二姐，你真的不去说一说呀？我怎么说呀？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我向着谁呀？谁都不用向着，你就冲苗苗被门撞倒了2次，你也应该去劝劝他们。哟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服装店，你说那人来人往，乌泱泱的，那傻老大顾东不顾西的，是刘倩跟我说的，是她看见那顾客呀用门把苗苗撞倒了2次。哎呦，你说又做生意又带孩子，你说这事儿行吗？你要说论做生意，谁都能做，孩子要离开傻老大，你说行不行？你要觉得妈说的有道理，你就去劝劝那几个妹妹去啊！哎呦，那几个妹妹跟跳兔子似的，你不知道那傻老大现在没想通呢。哎呦，这几个妹妹这折腾哦，你看那素小、素楚，她们都挺崇拜你的。你要说一句话管用啊！哎呦，你就替妈劝。妈，打这条路啊！我去，都在这儿呢。苗苗，妈妈要走了啊。你乖点儿。二姐，妈都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也没什么用啊！这服装店是你们搞起来的，换了我也想不通啊。哎，苗苗，走，去跟姥姥玩去吧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还是二姐最讲道理。不过呢，妈想的呀也不无道理啊。你看啊，素觉呢是一个男人啊，男人要在媳妇儿面前呢讲个面子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小妹，你要是丢了工作，你肯定会觉得特别的空虚吧？那不空虚也得赶紧找工作，找平衡，是不是啊？那刘倩也是人，也会这么想。哎，我觉得刘倩啊，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咱们家姐妹啊，没把她当成家里人，当成外人了。你想啊，她生了孩子，素觉丢了工作，她丢了小吃部，肯定觉得就失去了家庭的依靠了呀，那自然就会想到娘家了。哎，我听妈说呀，她想把那个宝宝呀给她姥姥带，自己再出去闯。那妈听了以后，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就觉得孙子丢了，赵家的第4代传人丢了，她呀就再也不会跟奶奶亲了。她二姐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咱家人从来都把刘倩当外人啊。你说真是的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苗苗她大姨，这事不怪你，换了别人都一样。你想，你辛辛苦苦啊搞起来的服装店拱手给别人了，那这换了我早就急了。哎，你还能忍，还帮他带着宝宝，换了我跟素布啊玩勺子去吧，是不是啊，小妹？哎呀，我也是随便说说啊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她二姐，你先别走啊，这事儿吧是我不对，小妹，你还得去上班去啊。那谁是经理啊？当然是你哥哥是经理了啊，哪有妹妹给哥哥当经理的？你真能想。那我不去了。大姐，
你要说那车是吴姐的，她肯定去。哦，哎，没问题，小妹，那车是你的啦，不许反悔啊！当然不反悔了。不行，你得让我哥当着我妈面说那车就是我的，我才能上班去。行行行，大姐现在就跟你哥说去啊。来，唐阿姨抱着宝宝啊，抱一下，我去跟他哥说去啊。哎，好嘞。小妹啊，你不怪我吧？不怨，你想哪儿去了，二姐？小楚啊，这苗苗她大姨啊，在家对你有好处。你看这个上学啊、下学啊，都有人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不用让我们这么担心了啊。哎，还是你抱吧。哎，来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